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好平安，为什么咱今仔红夹夹的？因为火烧啊，对无？去烧后壁，这是啥物？这我第一届听到吼。观众朋友敢有拿豆，捌即个拿豆？拿豆是有刺的哦，伊个嘿，叶仔拢刺，无人敢挖去。哦，是安尼哦。所以伊然后伊的后壁个是刺的。叶仔打起就足够烧的，毋过哦，伊个棍吼是安尼一层一层包起来，所以外口在烧，内底心烧袂去，所以讲火烧拿豆袂死心。心烧哦，袂死去啦，就是讲心火烧以后，伊迄个心佫会发现出来，就是迄个意思。就是烧袂死的意思安尼哦。所以咱就用即句来讲一个人做糜烂做工课，还是讲做糜烂做歹代志，还是好代志，拢会当讲啦。你若是做艰辛，叫做火烧拿豆袂死心。观众朋友，你敢有遇到什么人吼，还是什么代志吼，拢袂死心的迄种？迄个有保险的嘛是对无吼？搁有啥物人吼？袂死心，一直去恁兜弄问的，敢有遇到即种吼？你会当写来甲阮分享哦。咱今仔日呢，嘛要来分享老师去爬山的迄个吼，袂死心的迄个过程哦，真精彩吼！所以一定爱看到最后哦。一个屏东吼，一个叫做李龙山，力量山啦，李龙山吼，好，所以呢，咱今仔嘛要讲到做侪人咱讲，今日要讲火烧拿豆吼，火烧拿豆袂死心。即句话有好诶部分，有好诶，也有歹诶。你歹诶，像你袂死心来讲，跋筊诶人一定爱要讲要改袂掉，食毒诶人想要改袂掉，拢袂死心啊。毋过好诶有哪有啦？像汤马斯·爱迪生哦，伊是一个伟大诶发明家，伊发明做侪项物件。毋过，伊逐届发明以前拢有几啊千摆失败，才有成功。所以伊家己有捌讲哦，伊讲我无失败，伊若要算失败实在太济啊！伊讲我无失败，只是我找着10000种行袂通诶方法。10000种方法，伊咧行袂通诶方法无失败啦，迄是成功诶其中诶一部分。成功干若一项尔，一个尔。你头前有几啊十摆、几啊千摆、几啊万摆会失败，迄款诶失败无算失败，因为是达到成功，所以讲伊有哪是算做袂死心诶人。这是对好诶来讲啦。佫有对歹诶来讲哦，一个食酒诶，咱看最后一节箴言23章3五，这是圣经内底在描写一个酒醉诶人，酒鬼啦。然后在描写一个酒鬼诶所讲诶讲，伊会讲迄个食酒诶酒醉诶人会讲，人拍我无受伤，就是讲我袂疼啦吼。人讲我毋知，互人讲佫毋知哦。我当时精神，还是讲我第时精神，我佫去找酒啉。一个酒鬼就是安尼讲，伊互人拍袂疼互人安怎，互人甲讲，伊嘛毋知影。毋过伊若去拍人，伊家己嘛毋知。伊若驶车去甲人相同，伊家己嘛毋知。所以人讲，若是啉酒哦，千万毋通驶车因为你拢毋知。伊若当时精神起来，我精神，迄个酒醉已经退去啊，伊可以找酒啉啊。这是酒鬼，咱咧讲一个袂死心，伊就讲足爱啉酒，咱会当用火烧拿豆袂死心来形容，这是歹，有好诶，也有歹吼。圣经内底有甲咱解释希伯来书3章14节，因为咱若持守起头诶亲信，坚固到落尾，就有分别基督。就讲你若讲开始信
你信基督，就讲你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要信啊，对无？啊，你爱坚持落去，坚持落去，因为你爱坚持，什么原因呢？咱搁来看一段圣经哦，马可福音13章13节哦。也恁因为我的名要互众人万幸，独独吞忍到落尾的，伊要得到救。为什么咱大家都讲爱坚持到落尾？因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常常会互人万幸，互别款宗教的人怨妒，也是讲万幸。哦，但是你爱吞忍到落尾，你爱抓着迄个真理。毋免人安怎讲着对人走，毋免哦，因为真理干那一条尔，你若了解明白，坚持落去，就基督有份。也是讲上帝就的确救你，叫你正做伊的囝儿。所以火烧若头袂死心哦，就是会当对好的来讲，会当对歹的来讲，就是讲一个人假使伊若足坚持做迄样代志，足迷乱的时阵，就会当用即句话来形容。哦，迄拿豆吼，咱知影拿豆，拿豆吼，你若火烧煲，人火烧煲就讲所有物件拢烧了了。啊，第一届带起来物件是啥？着拿豆烧去，外壳已经烧掉，内底心阁不易。哦。你来看迄个火烧以后，你就知影吼，了解。伊个会发生诶。哦，咱来看第二章。嘿，所以咱就是讲到即个，拄则讲到即个食毒吼，即个食毒，食做上中诶人哦，伊嘛是算做火烧拿豆。袂死心啦，后面来咧，就是讲伊咧食毒诶时阵，就是袂死心的，一定要食。虽然想讲要戒袂掉，一定要食就对。有人讲足爱跋筊对无？啊，讲我明仔载无爱跋，啊，可是伊跋，啊，实在足痛苦无法度。我讲啊，无我斩家己诶枕头，斩1支路长，以后袂去跋，啊，结果咧，嘛是去去，哦，即款就是对。即个老牧师就是我自细汉吼，我着听伊诶故事，我着感觉哇，即个牧师真伟大吼。伊妈妈是一个火烧拿豆袂死心，一直为伊祈祷诶人吼。啊，伊到最后吼，都拢去病院，还是去迄个加压足济摆吼。加压嘿，足济摆安尼进出啊，到最后吼，一届已经吼，强要翘起啊，因为去足严重诶受伤吼，啊！但是上帝甲伊救我了吼，因为我变一个人，啊来台湾吼，成立即个晨曦会吼，啊专门来帮助即个有啥物食毒诶人啊，真无简单吼。所以因几当前吼，台湾阁互伊一个第一届诶哦，这是第一届诶啥物奉献奖吼，玉林奉献奖，互伊3000万呢。但是即个3000万伊拢家己捐出去吼，伊拢无留落来家己用吼。这若是一个后来嘛是变成一个好诶迄种袂死心诶人对无？变成本来是食毒袂死心，后来变成信耶稣袂死心。是，伊伫帮助即个台湾人，是伊伫泰国嘛有哦，泰国嘛有即个戒毒诶迄个所在吼，足侪所在拢有伊诶即个晨曦会吼，所以咱来看啊，足侪人拢咧做足侪代志吼。正经阁有另外一个保罗对吧？哦，一个保罗哦，伊原来是算袂死心啦。咱看伊讲诶吼，伊讲我互犹太人拍5摆哦，每摆40个减1个，就是讲每摆39个，39个就讲到迄个极限啦。你若阁继续拍落，人就会死去啊。所以敢若会当拍39个，哦，拍5摆哦。啊，伊本身是犹太人哦，啊，为着传迄个真理，啊，互犹太人甲伊拍，互因家己诶人甲伊拍，啊，阁有3摆受管啊拍，有1摆受着石头钉，
有人用石头解决，因为3摆拄着船坏，一日一暝伫深海，所以讲我常常陆路拄着江河的危险、产业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矿业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家兄弟的危险，保罗受遮侪危险，为什么呢？伊对耶路撒冷到伊的本家，就是讲大数遐，佮到安提阿，然后就是伊拢伫倒位报道呢？伊对遐出来以后，经过土耳其啦、保加利亚啦，佮马其顿、希腊，伊即个所在走3摆，佮去到罗马，伊是算做罪人，互人压去罗马皇帝遐，伫遐压去皇帝遐所审煞甲皇帝遐的人传道理，所以伊的传道理的行大的所在真快，伊若去伫外邦。外邦的所在有哪有因为犹太人，逐个人有一届是因为，因为伊赶有一个查某人贵妇身，贵妇身伊的主人就用贵妇身即个动作来趁钱，做好趁的，因为伊会当知影属灵的代志做好趁，毋过保罗甲伊赶出，甲迄个鬼赶出，离开迄个查某人。结果迄个主人无钱通趁啊，怎样甲保罗掠去关遮有足侪故事是保罗袂死心啊。伊传道理是永远无死心的，因为伊用伊的家己生命拢袂要紧。所以叫一个叫什么路啊？日路。日路，咱来看，咱来读。常常日落有人会更较毋知影啦，因为日落较早台湾人是常在咧讲，不时拢咧讲一句话，你毋通想日，你毋通想老日，叫做想日。来讲你毋通日落，就讲你毋通赶路啦。日落就讲足艰难的路一直赶拄着江河的危险因为你日落。你要慢慢行，毋通日落，日落就讲一直赶。这样袂通想超热啦叫做日落，我毋知影捌啊毋捌。阮老辈像阮即款年纪的人是拢知影，因为阮定定咧讲啊。就是讲，少年人可能毋知吧。伊得做袂停安尼吗？日落就讲，无就是讲足艰苦来行路，足打拼来行路，叫做日路。足力啊，足操烦，足力，足疲劳就对啦。足力，日路，足力，所以有观众朋友讲明仔载无播，后日继续播，这嘛是袂死心的佮有迄有时间就慢慢拍电动。即尾的囡仔拢安尼对吧就是无管安怎讲关于电火了，妈妈无看还是老师无看，就开始食饭的时逐个人拢一台手机啊安尼。常常日落，咱来看爬山是一款日落啦。毋过爬山的人拢真爱日落爱爬山，因为有真济咱来看安怎日落。对，这毋单是爬山佫有足济什物技巧，咱的观众朋友真足看就知影老师是安怎爬山的即个是伫恒春上悬的山。恒春上悬的山啦，也就是台湾上南边的1000公尺以上的山，最后一粒。是。即个山佫有溪水，对溪路爬去，沿着迄条溪，可能溪啦，可能啊溪爬去。溪路安尼这袂危险你安怎行？因为即摆是无落雨，所以溪就较无水大，会当行路。若是落雨天就袂当啊。
哦，所以爱迄个差不多即阵是去爬，才会当即阵会爬到当爬，上悬。过一个月后可能就爬啊，雨哦，季若到就袂当啊吼，是安尼，会较歹爬啊。去歹爬。这就是无迄个无想话，咱咧爬山路有帮咱铺好啊，对吧？铺好迄路迄哦，什物阶这无梯、路爱楼梯。家己去行，家己找路。因为惊溪嘛，所以爱伫迄个大石头顶悬。这真正爱有人传的吼，你看顶悬爱绑迄个吼，啊无绑毋知，迄个布条啊，来指示要安怎行。无毋知影讲是要爬去对吼，要行对一条路吼。这是啥物线？顶悬啊，放土落到溪底吼，啊，着对车爱落去，爱落去溪底。诶，这是老师毋着先行来遮翕因，安那落去啊？我先落去啊，我先落去翕因啊。是，这拢是定定爬山的人吼。这真正歹爬呢，拢是石头，无迄个楼梯吼。乱即个照是人手啊吼，甲一粒石头包咧，包伫半空中。是，真趣味。这个是进前爬山的人留落来的迄个锁啊，因为绑锁啊，啊。若无绑锁啊，就无法度通过即个位。这个是绑石头的吗？石头贴石头啊，石头顶悬啊贴锁记号。这石头拢做大粒呢，对，所以若落雨就变成迄个什么，变成拢水，下骹拢水。叫做什么？袂记哩啊，瀑布叫什么？瀑水流，布加流水啦，讲加流水，加流水。还是讲水墙啦。这个叫做苦灵溪。可能啊溪啦。这真正做歹爬。研究一下要位对去吼，拢是用锁仔的。感谢，感谢观看。感谢观看，你是真厉害的，多谢老师的。迄个吼，导师逐礼拜拢去爬山，是一种。但是咱也未爬顶悬啊，后礼拜才爬有够。哦，是安尼。即礼拜爬无够。是。我甲影片分做2段。好，啊未到上悬的哦，后礼拜爱继续来吼。这个是啥物？无毋对吼。惧高症的人，敢会？惧高症敢会当爬山哈？可能惧高症的人莫看下骹就好啊，对无吼？因为反正嘛是看袂着安尼，就是看顶悬就好啊。一直看顶悬，就会当爬到上悬吼。好，所以今仔日咱讲的火烧拿豆袂死心，观众朋友，你是毋是有啥物
什么代志会当互那是你领所爱袂死心嘛，袂死心，对，都会当得到什么？上帝祝福你。就是得到足侪福气哦，真正是坚持到最后诶吼，咱拢会甲囡仔讲爱坚持，坚持对吧吼？但是有着困难诶时吼，像迄火烧足艰苦诶，但是咱若坚持袂死心了，是真欢喜吼。所以多谢老师今仔日甲咱讲诶，咱同款后礼拜一诶 AM 台湾8:10，泰国7:10，佮做伙来讲台语哦。这个节目是台湾诶KMO 基金会含台湾诶讲毋对，台湾诶台南信教会林老师吼，含泰国诶 KMO 基金会吼做伙联合主持诶吼，真欢喜吼，咱今仔日会当看到老师诶爬山啊，多谢观众朋友。有人有问题哦，什么骹疼才会当爬？爬了就好去啊。爬了就好去，问毋对，你若问老师，老师拢会讲什么时阵拢会当去爬吼。破病若去爬了，病就好去安尼。伊山是老师诶药啊，安尼良医吼，真欢喜吼。好，多谢观众朋友，咱后礼拜再会，平安。